真少，拄仔的工课拢有熟悉啊，遮的资料吼，你内容吼，拢爱来处理，爱甲我分类，安尼才有好继续做。店长，咱公所内底已经遮侪人啊，这分类搁咱家己来哦。系啊，因为各课小的工课吼，大家会安尼转因啊处理到一个阶段，会送公文来迄个店长室。啊，到我这边的时阵，我爱做一个决定，才互咱的公务人员有好依循这个咱的工课方向吼来去做推行。你10年前转来，你一定无想到讲你会做店长。对啊，无想到。啊，你若无做店长，你会感觉你会做啥？我可能搁继续伫民间做这个甲文化，还是讲在地社会运动。对，在地的观光啊，遮的工课，还是教育。等甲大汉了后，去过都市，行过一年，啊，搁转来，你就会感觉讲哦，家己的故乡其实有伊水的所在，有伊有价值的所在，毋是干那都市甲庄脚所在安尼咧比较，啊，搁甲遮的物件传互咱的后一代呢，啊是讲咱在地的囡仔，其实即个所在吼，大家就会愈来愈有认同，啊，迄个向心力就会愈来愈好。